我开车开到中间，有一个人突然冲出来，差点被快撞到我，我就骂他。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后学都回想自己啊，以前的我在佛堂是一个身份，离开佛堂是另外一个身份。为什么？因为我跟同学相处的过程，就是一般同学会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会做啦。同学讲黄色笑话啊，同学这个讲脏话，我们会不会跟着做？说真的，以前我在学生的时候，其实都会呢。以前我们有没有在佛堂？其实有啦。所以后学才说我在佛堂是一个身份。可是如果我离开佛堂之后呢，我换了另外一个身份。佛堂的人，佛堂的这个黄崇辉没有跟着我回家。各位浅显，今天你来听经闻法的这个你，等一下会不会跟着你回去？这个要想清楚哦，会才对哦。如果会回去遇到恁先生无做好的时阵，你敢要答骂？但是会挡袂掉啊！我就是记账的，我快点，我就规巴肚火安尼有无？对呀，各位这个就是这样啊。我在佛堂听经闻法，我回到家，我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然后你先生就会说什么？你不是拢去佛堂咧修行，哪修甲像你安尼？咱较早拢安尼讲啊，嘿啊，为什么会这样？这很简单嘛，因为佛堂的黄崇辉没有跟着我回去我家里面呐。各位现在爱提醒自己，好不好？所以咱的点传师，咱的前显讲师拢打咱讲呢，讲啥？修行不是在佛堂呢，真正的修行是在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在佛堂怎么修？没人来你骂啦，没人来你骂，你敢会生气？没人会故意把你弄到情绪不好啦，不会啊。但是回到另外一个环境，会不会？我会呢。如果会，就要提醒自己，对呢，我好像应该要把佛堂的那个我带回来哦。虽然还是很生气，可是要怎样？各位全线练习啦。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练习，练习到最后各位，你就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你还是很认真的在过你的生活。像我们现在很多浅显后学发现就是这个状态。什么状态？就是听经闻法很久很久的状态，也把它带回去家里面，也把它用在职场里面，也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看起来被人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好人。可是告有人跟你讲我看你的面相我看你就故意安尼，我看你的面相，我感觉你是一个好人。告有人安尼跟咱讲过？没有。等下下课后互相鼓励一下就可以啦。这个对，或许有一次去咱咧中亚咧卖面的，卖大面的，买面啦或许就起来讲我要买大面送介绍我来，讲像我讲迄个在煮寿司的迄个姓严啦，我唔知医婆叫啥物名啦，讲迄个叫姓严的迄个在煮寿司的讲像迄敢是迄个住伫迄啥物讲对讲你讲迄个桂花菩萨对，我听到桂花菩萨这四字我心肝来切一下。你看医婆做甲偌好，互人迄卖面的听到伊的名，不是叫严桂花，是叫桂花菩萨。看这做了偌好就好各位咱什么阵会当红叫菩萨练习，各位练习。
真的嘞，当我们的行住坐卧与人相处都是这样，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修行人的时候，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对了哈 ，OK 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或许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去做什么情绪之前，先想到，哎，我家也先种了一颗什么种子进来，就要提醒自己，好的多种啊，坏的少种啊，有发现就要去提醒啊，没发现就也没发现啊，也没有办法啊。但是什么时候没发现，这个很重要。在这个出家人的修行当中，他们很注重一个东西，叫内观。我们的《般若心经》里面也跟我们讲到，要观照、观自在菩萨，要观。各位先生，我们如果不练习观，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察觉不到。我们的起心动念像我们的心脏一样，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心在跳？你摸还有嘞，他生气的时候，然后心跳得很快的时候，有没有？还有嘞，痛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一颗心脏它有反应的时候，我们才察觉它的存在。其他的时间，你有察觉它的存在吗？没有。各位，我们的念头就像我们的心脏，你没有去关照它，它就一直妄想，它就一直妄想。哎呀，但是如果你常常去关照自己的话，你不用等到它反应很大，你也可以观察得到它的话，各位，我们的修行绝对不会太差。对，好，请说。好，请说，来。我再插一下，说到内观上个礼拜六我就发生了一件事，那个家里都要正午休息，因为礼拜六早上我就去麻豆，看到寿司油饭伊爱食迄个三色蛋蒸的，搁叫迄个咱咧讲的菜丸我看华德刚好都有，我就煮这物件拢甲伊买回来，买回来了的时阵我怎出去？结果呢，